那做不做什么？对你哦。呀，我们3个怎么玩？怎么玩就玩，对，俺手里面的。打吗？还是现在要打？现在打嘛？都可以吧？对。现在打嘛？可以，但是我会输的，我们现在刚开播没。我也没小实力，我也会输的。他们2个实力最大的，真的啊！我刚开播没人了，那行。要是记录不了这有。吃饭就走。吃饭先说吃饭，然后再玩。不行。是。一样的。跟你走的巧的。呀，吃饭这个。晓得。他的吃饭，他的亲戚谁没？好久不见，看板都不够啊！亲戚谁没？俺看的那亲戚，你给个亚龙的头发不？啊。我赢了的话，你们2个都要跳舞。可以。来，那个袖子的好呢？点在一起。俺出发去，他们在就是别个插播去接到同步一开始。是。点在去别个去接到。点在别个去接个，就这接。点在什么？他别个去接那啦，点在要么专门接着新的。可以。第一把这接的，第二把这票上接了上去了。这新嘛，已经没票上3个细胞专门也得。也可以。呀，妈呀，那菜他妈点在去接呀！我那边时间看不了，去给他说时间再去等你。可以看，这里可以看。看见了。妈呀，菜他妈点在都猪接个，但想把看到那些嘛，但是想把是专门也的。妈呀，那菜的话，他妈别讲嘛，现在有票的话，能办一下吗？现在有票的话，能办一下个3多号。他妈个票价你妈这是正常价格，他妈你妈是那种价，票价你妈他妈你妈是那种价，他妈店长都避开了，也上过来了礼物。那他对上可以上的话，那我们也要可以上。问一下你还有没有谁啊？什么有没有谁？看着，他妈点在监督，点在所有的现在是点在。你老带牙行吗？点在监督，点在嘛，他妈点在监。点在所有的点在。923的。老带牙行。一直不聊天，我没跟你回干嘛？谢谢。那么有票的话，帮我送点票可以吗？宝贝们。谢谢。我看了你这个是挺好的，又不聊天，谢谢。家人们点赞，所有人帮我点一下赞。叫他新年都来过家人们。家人们叫他新年都来过休息下。现在是点赞。叫他新年都来过休息下，家人们。谢谢牙齿哥。家人们所有的点赞，所有的点赞。嘛，我这里一天在干活的家人们，如果嘛，你听到这些，从嘛电视节目上面能看给这些。你妈妈是哪个？你看来，去没去噻？我包个嘴来，我个咋突然的都什么突然了？发生嘛些，我就你就说咋个，就给咋个，他人家底下你是阿姨多，这个人家底下来干着你。你妈妈是哪个？这后面就是俺从空的做，各单做，你妈啥空的做，都是我这来嘛呢。你妈妈是哪个？这个妈是哪个？空白就得要吃。没学。这是嘛？这里是嘛？对，等那些呀，就是个个。哪怕老妈记住的，看着光怕老妈记住的，一那我还要想出。来去的，咱们有票的话，能不能往前冲？俺去呢，你是没跑多少，就得打，就是个过来接到谁嘛都出来，个是对吧来的。这你是做的方法也做的，没得的。对，没跑几年，你是那我们连浪也去么干。感谢，谢谢送的人机票，感谢。我卡不卡家人们？亲爱的家人们，我卡不卡？那种修路的都看的学生们了。你们过来，很少么子的嘞，半天一点不。那个真的嘞，那跑出来了，都在出来了，那个种嘞，你的咋真的嘞嘛？感谢美丽长途送的消息。然后他妈这个这个他不管去干，然后做。你嘛把你做样么都他妈就看个这些也是，谢谢你们。你妈看兄弟了，这是你妈。那你妈那个嘛，用票上面你妈那个干的。你妈看兄弟接了这个这些。
咱们听到拍戏嘛，有点戏嘛，就是戏嘛，有点那个那个东西，关注下去了，上哪那边现在不看。哎呀，他也家成人不也不经常给们讲的了，现在都来个家人嘛，看起来陪着些哥哥的。我们上家的那些上啥去？也家人们破个班，干嘛家子去？前面几年干嘛家打算？那我们上家嘛，这都那些上啥？我要啥？就是戏嘛，也是戏嘛，也是。谁嘛干的没帮我一说，都干么中的。欢迎新进来过得知道人家人出家可是这个群的。谢谢一路平安，谢谢破费了，谢谢送来的默契。也是那家庭里看着出门就是这个蛮有的点子，但不晓得你家里有什么。然后是个等级。不管上单家跟主人难紧张。你有点心，都是这个蛮有的点子。谢谢再次送来的小星星。要帮提个家就变成别满真没几个人进。我的心脏快要要不三个，咱们真的的。你们这开始有什么？个正经，他没事啊，他不提。以前我们做牙签，他说的要求啊，不天天都在弄牙签，怎么牙签？呀，这嘛你做多的的，谢谢我们做的上子。破没破白就要惩罚吗？人家都破什么破就要钱嘛，咱们个。噔。扔的我不太会跳，怎么办呀？你就随便跳下去。俺们那这你好久都没直播吗？接着过还是没连麦？没直播。跳舞。结果这个天这饭的是3个。饭的好像时间过后才有吧？啊，对，现在时间过敏。有时候有。现在没喝。我只会这么一点点，再就只能跳这个。我这里没有饭的，你们哪里有看？那这些那拍送来的，拍送来拍完给干着job的，所罗的也来，是的。所罗的这些哎。所罗的也来，所有的点那个俺秘密罗的点给你，这点那个的点上，点上咋他个个俺拍呢？哎，咋他那干着你不咋子嘞？咋他了job的嘞？咋弄呢？但你妈，其实有时候的生意起来的，这直播那些老人们这个那个的吧。哎呀，大家的那些你瞧这个，瞧看。我昨天咱聊的这来。我这几个过去把这老早的写的来。连忙那是突进来突了，看的是谁的？他们的那些。突进来是谁嘛的？突进没嘛的，他嘛的，突啥没得那些。这一个没有那别的人家。啊。这一个。那这一都真有这个。呀个这么没个人。呀个这么我来的那来突啥没得那些。这就是说，俺这啥子人恐怕的点，个人点，哦，巴的点。巴的点。巴啥个家庭的节目跟那都在节目没给。哎，难道叫他这啥子呀？都啥子？难道这个家把这没晓得吗？这要不写。啊，反是难道叫你这么这个没晓得吗？这个不能把啥子我们难道干节目的？没得这啥都不得谁的，给工作把这个觉得老差点的节目的，就是日干的，你老刚才个图。啥都没得，没得，弄都没得做嘞。弄都没得干弄么的。啊！看着也是他没说实话的，干多对的。啊，反是。啥下来了？啥个加啥也没事情没给。你妈学那个词人。啥呀加是一都没得，第啥吃加个肉，狗蛋那样子么？狗蛋那样真专门个国家噻。这个把个了的吃上他给的心情我真心情去呀。啊，把个你呀在谁？是。在买香谁？接着菩萨接着谁是个谁嘛的把你讲子了。你妈学那个
Jiro posakin zima yal manu dauji manu. La ngira posa na ta ba ye ma nga se ko wa na ko di. Nga La chi ma ko. chiro posa zena che ko so wonam che mi din zima ra sin dau mi jin dum chen. Zima ye na mo cheri tan ro ga ya ba tin zima san ro ma. La di chiri de dan zi jo do di na mo zo che da jo ngun dan zi jo.这啊，这在哪些地方是？这怎么修？哎呀，啊，咱就是现今个那个大伙子也啥，这个今年也啥，可是现在人个来想吧，这个今年，可真着么了？你看切的嘞。哦，年看见那不么啥嘛，就把那东西把个我们家。去发是chiro等着叫的你眼的那你那什么啥嘛？我这都了，你在做的篮球打那些。就是个龙汉在那呢，龙汉在那，这个人到个的咋个那罗热热那的，其实罗那个那一那么罗罗个这么啥子，那就兰卡皮了，然后通这些。龙巴街那中巴你们是多么嘛的咋个的？罗热热到个大龙眼的眼们多人多么的的。啊嘛，这这是的，俺是你让么给起来？啊，发是说的，家中不懂的最牛逼是，对啊。来罗拉哈拉是这么多呀么，恐怕都这么的嘛的，来你给拉接抢了是吧？我你那等你不管着的是，啥呢？这个有本事是这一波，我从这么个啥吧，这个有些的，吃啥路的嘞？这明天的这你就，真做就是他，真做嘛的，想嘛嘛的，真做这一想法就是谁？这咋个？这咋个这些个？结果嘞，盘着称着的这个是的，这个有空不过的谁查的，都是谁的，等也全有人装的就不谁他是做了嘞。等你不管的，他的张文嘎破的，你这送的一个真这么水嘛，这个些的呢？大黑的。算了。哎，这真的意思。真正意思嘞，真的。真的意思。这早继续在一起，在就不么过去的嘛，俺你们过来干嘞。但是比较可能也是咋回事？别当。哇，是怎么了人？啊，这这。每年我是俺继续请你写了是对啊，这才请你单。他们记得他的票没上掉，这下的那个。他等过。哎，哪儿看的？等俺你来早上去称啥？请你理解吗？就是就这个。我马上那理解吗？我讲了那是啊。牛逼了！没有，这真的是你自己把我去关了吧？那讲的那些，大哥的分享去做那这个吗？哪个的叫你啊？哎呀！现在青铜干啥那个的？这没吃过这个钱的这里的呀，大哥。俺也得要说嘛，咱去两个球。那感谢697，我真的没有。我那个没有想关注。多少钱呢？青铜一人个。啥？青铜一是那白衣脱我一下嘛喜欢一下都不把的负责人去米。拍讲过的。拍的那接了你，姑那是事情。没有啊。姑那的事情。那好像去过，我也不知道。我没有。妈的。我家家人们人气这么黑的，你看了吗？在做我看吗？不看了。这个人气这么黑咋的？哟，是的，哦。就来了。是这样666可以是这样，没事666没事可以是这样。哦，下一个了几现在突然没有了，你把我去关了。我真的没有。我记上不，你刚刚连的时候我在做惩罚，我们在做惩罚，你重新连一下。我想找你，但是找不到。我家订过你这块。呀，你怕牛嘞，叫你家订过了，我自家订。哎个用。呀，光个。我得吃球。OK， 谢谢。没关系。咱家这大起码上。当然没记得了。我当然记。你家有这游戏打过吗？哎呦，游戏啥？游戏烧卡。可以。
啊，给加油，那么跟家有俺那也是那么生的是两对的。当时做个干了这一些事，在那这都做人都这些，给加油。这两都介绍这个嘛，俺是日子名事，下次就是做这么吓人。给今年也看不着，那不是。就这把这做那么行。他就做菜没嘛，我就做菜。我把娘那个，那我送过来。大家来游戏是好久不见，点子，那点子好久不见，自己可以把你点在去哪里？所有的忙点一下走。欢迎看门男孩，欢迎我看门男孩，游戏老是非常。哥哥家没，哥哥家开心过，跟那样就是。没有。哥哥家中间一些。开心没有？这个可你看给？这个开包了。你给人家就你这个。再给他的。妈的，那个我找那些日子。而且给你写的。这你妈妈说。人家给你去把那个今年那的价格是个。必须可以。这个那记得，多么是贵这个。那个这个妈是你妈妈是你儿子的。谢谢姐姐。那你离婚你想不到的，你给多少？跟说公主爸的噻，公主爸的不是一个人吧？老师，你这里早不出门，这里俺去着了。哥哥家你听对啊，哥哥家跟他们。哥哥家在是那个是哪个跟你讲？哥哥家没有的话，不知道嘛说了。我你见的什么个？哥哥家是一个特别大度的人，下场怎么个了？等你就做个我中国他们的做的这点就弄，兄弟姐妹们帮我拖个他可以吗？别人可以吗？拖个他那是带来找底下可以吗？跳舞可以吗，兄弟姐妹们？点我好的，这把打完了就连你哦，兄弟，这把打完了，马上好了，我就输了。这些边在你妈妈是那个人看着是哪了？他哥哥家等着你写的，我皮个劲。我一到那怎么在处理着的？我就点赞，然后这把就是能不能中出一把？从俺你妈要那有些个钱的罗姐，你妈要那。呀，我就就是，谢谢小星星。感谢老师。你这说的。参与俺都是你求什么的？呀，你那俺老师里面来，他求嘛，就是家人们都基本上的噻。想把他送着。参与俺把交着那。有俺就是的嘛，俺是买的这车子，他做啥的？他做啥的？我一般刚刚有点卡的。家人们休息，家人们上厕所的方便。一个人机票上一下，家人们上厕所的方便。家人们马上人机票上一下，所有人没得人机票，谢谢，马上要求，他从那休息就人机票。不好意思，弄这么把他们个压力太大了，我晓得。人机票，家人们人机票没得人机票的，谢谢亚信工作亚信。家人们上厕所的方便，上厕所的点个赞可以吗？家人们上厕所的方便，上厕所的方便，点个赞好不好？这边的你不能进去，家人们上一个摩天，上厕所的方便。谢谢张子南生，他真的是没啥实力讲。我娘子这些真的是有点假，消息真的挺热。谢谢大哥，谢谢男人。哎呦，谢谢，感谢所有的人机票消息，看着。感谢。